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0章，我观看见伫天使基路伯头壳顶的穹苍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蓝宝石做的宝座。上帝对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讲：“你入去，对基路伯下面的链仔的中央，摕跌倒的火炭出来。”捧伫双手，也伫全耶路撒冷城，我看伊入去。伊入去的时，基路伯徛伫圣殿的南边，有云彩充满内庭。上主的阳光升悬离开基路伯，停伫圣殿的入口，有云彩充满圣殿。上主的阳光发出的光辉充满规个城。基路伯的膝发出的声，亲像全能上帝在讲话的声，伫外城嘛听会到。上主吩咐穿幼麻布的衫，迄人对基路伯下面链仔的中央摕火，伊就入去，徛伫一个链仔的边仔。其中一个基路伯伸手对基路伯中央摕一寡火，火伫穿幼麻布的衫，迄个人的手中，迄个人摕着就出去。遐个基路伯的膝骨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我看见这个基路伯的边仔有4个链仔，每一个基路伯边仔拢有一个链仔，链仔亲像宝石发光。4个链仔的外形拢同款，每一个链仔亲像内面阁有一个链仔。这4个链仔振动的时，拢会当对逐边直行，毋免转弯。因往倒一个方向行，拢毋免转弯。基路伯规身躯连脚趾、手、膝，甚至每一个链仔四周围拢是目睭。这个链仔照我听见的叫做跌转的链仔。每一个基路伯拢有4款面，第一个是牛的面，第二个是人的面，第三个是狮的面，第四个是鹰的面。基路伯爬上悬，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画面。基路伯行的时，链仔嘛伫边仔行，伊铁开膝，爬悬离开地面，链仔嘛无转势离开因身边。基路伯停地，链仔嘛停地。基路伯对地面升悬，链仔嘛做伙升悬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链仔。上主的阳光离开圣殿的入口，停伫基路伯的顶面。我看见基路伯铁膝爬悬离开地面，链仔嘛伫因身边。因停伫圣殿东门的入口，以色列上帝的阳光伫因顶面。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所看见，伫以色列上帝下面的画面。我知因是基路伯。每一个基路伯有4款面，4支膝，膝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因的面的模样，就是因的形状甲款式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面同款。每一个基路伯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